嗨，各位朋友，今日講一講環球嘅股市啦。因為今日日本咧都跌咗1500點啊，都跌咗成4%啦，即係相當之多嘅。咁而美股咧喺今日開市咧，亦都跌即係1-2%啦。咁美股喺其實上週五都跌得比較犀利㗎。咁就今日咧就延續嗰個跌幅咁開市。咁我今日其實想講下咧，大家睇睇呢一輪咧，特朗普上台之後咧，嗰個股市嘅表現啊，咁好多人睇佢，即係究竟佢係股市係短期波動啦，之後會升啦，定係之後會大跌啊？有啲人估會大跌，有啲人估短暫調整啫嚇。咁我就即係點樣睇呢個問題咧？就係即係大家可以問一問自己一樣嘢，就係你覺得特朗普嚟緊呢幾年嗰啲政策會係再不斷咁樣變啦，定係穩定落嚟嚇？即係佢加完晒今次啲關稅，就以後都唔加啦嚇。即係如果咁樣嘅話咧，咁股市就會穩定落嚟啊！即係你起碼計到個風險先啊。咁但係而家問題就係呢排嘅股市咧，其實就好大程度上都係睇特朗普個政策啫喎。今日整個關稅，咁啊股市又跌；聽日咧又話延遲關稅啊，或者係收翻啲關稅，股市就升翻喎。咁成個股市就俾佢咧，即係嗰個政治操控同埋嗰個關稅操控個口述咧，而冇上冇落。咁如果係咁嘅話咧，大家如果係估即係特朗普呢個策略將來都係咁啦，突然間諗起對邊個國家又先整個關稅，然後又攞翻啲翻嚟，等佢即係俾啲好消息去嚇，然後又攞翻去着數咁樣。即係如果覺得特朗普之後係對好多國家都會咁樣做，又打關稅又收翻，又打關稅又收翻咧，咁我覺得咧股市咧就捱唔到好耐噶啦。因為咧即係即使最有耐性嘅投資者咧，去買你個即係去買嗰陣時，佢希望你上嘅，但係你上上下咧，你又落翻去跌翻個價喎。咁佢一次兩次之後咧，市民咧或者投資者咧，佢就未必會再入市啊，即係去長揸呢個即係股票啊。咁大家睇下邊個機會大啲？我覺得咧，特朗普喺佢任期之內咧，都係會不斷重複舞動呢一個關稅政策嚇，從而操控其他國家，令到自己本身得到最大嘅即係個利益。因為特朗普而家佢啲政策其實都係比上一次咧係有好多唔同嘅，所以其實都係試緊水嘅。即係我究竟打你20%得唔得咧？如果唔得嘅話，係咪收翻咯？如果得嘅話咧，咪繼續咯嚇，繼續去到某一點咧，唔得我收翻。咁所以一定係又打又收，又打又收。咁你股市又俾佢咁樣冇嚟冇去，再加上中間可能有啲經濟數據出咗嚟。咁但係如果係咁嘅話咧，即係話股市又好難有一個長期嘅即係撇除啲不肯定性。你一定係上到咁上下，即係好消息，然後有一個壞消息又落翻嚟。咁而家嘅股市咧，其實睇翻好多大戶咧，其實走咗噶啦，走咗噶啦。而家係邊啲人即係可能撐住咧？就係一啲散戶，可能覺得平喎，話 Nvidia 100幾咁啊買啦嚇，即係以前都試過140幾噶嘛，即係去即係有啲咁嘅即係執平貨嘅心態啊。咁如果你執平貨心態，你俾特朗普嗰個政策上落咧，慢慢用時間消磨咗咧，咁可能啲散戶咧都會走埋噶啦。即係我就覺得呢個機會比較大啲啊！即係除非特朗普話以後都唔再變關稅嘅政策啊，或者唔用其他政策去影響其他國家，但係呢個就唔多似有作風。咁所以大家睇呢個股市升定跌咧，就當然美國本身佢有啲經濟數據或者經濟問題，咁但係我就從特朗普本身佢嗰個行為嚟緊呢幾年佢會點樣做，從而影響嗰個關稅政策或者其他政策，從而影響市民嗰個耐性嗰個角度去考慮啊。咁大家如果係覺得特朗普會將個政策穩定落嚟嘅，咁你可能會睇好啦，美股你平你就買咯。咁但係如果唔係嘅，你買一買就可能上唔翻去，咁就跌翻嚟。或者咧，你又一係炒個股市波動，你當你好消息嗰陣時咧，你咪買上，等你賺3%，你咪走咯。到你高位你沽翻落嚟，即係你又可以炒波幅。但炒波幅都小心，因為其實而家個信心咧就比較脆弱啲，你唔知係邊一點咧，佢就會崩潰嘅啊。咁但係暫時睇唔到咧，佢又上翻之前嗰啲位或者再創新高，因為
美國股市其實應該差唔多消化咗半年以來嘅升幅㗎啦，即係一年仲有升，即係同舊年同期比就升，但半年咧其實基本上都已經係消磨晒㗎啦。咁所以就除非佢可以再有即係創新高啊，如果唔係我睇嚟緊呢一兩年咧，即係即使你冇經濟大波動咧，佢都係會咁樣長期咁樣上落上落上落，而咧令到咧好多投資者咧佢冇耐性，佢就離開，就可能去第二度去即係去投資㗎啦。咁所以呢個就係我自己本身觀察啦。咁如果大家即係有一啲即係睇法咧，可以留言啊。